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1月1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6篇第5节到第10节，耶利米书第3章19节到25节，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1节到第7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忠。党国主义帝国主义所强调的忠，这种忠心是一种愚忠，是在威胁之下的表态，这与我们信仰在讲的是完全不相同的。虽然基督教信仰也强调忠心，但是那确实是在自由意识之下的选择。也虽然上帝给人有自由意识的选择，但是上帝对人们的要求却是非常清楚明白的。上帝要人忠心无二的敬拜、跟随、侍奉他。因为在十诫的诫命当中上帝非常清楚的说道：我是忌邪的上帝。先知在耶利米书第3章19节到25节的经文谈到了以色列人的情形。上主说：以色列我多么乐意认你们做儿子，把全世界最美好的土地，那最肥沃的赐给你。我以为你会叫我爸爸，永不会再背离我，但是你对我不忠，像不贞的妻子私奔。我上主这样宣布了。听吧，山头上有呼声，是以色列人流浪哀求的声音，因为他们偏离了正路，忘记了上主他们的上帝。离弃上主的人回来吧，他要医治你们，使你们不再背叛。你们就回答说：是我们要回到上帝那里，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在山头上拜偶像，得不到一点好处。唯有上主我们的上帝能够拯救以色列。但是我们拜巴力那可耻的偶像，因此我们失掉了羊群、牛群、儿女，就是我们祖先自古以来所建立的一切家业。我们应该以羞耻作为床铺，以耻辱做被单。我们跟我们的祖先常常得罪上主，我们的上帝，我们一向不听从他的命令。保罗他以这种夫妻的忠诚关系来比喻人跟上帝的关系。那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都是以夫妻关系来比喻成为人跟上帝的关系。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1节到第7节，保罗的教导这样子提到：现在来讨论你们信中所提的事。你们说一个男人能够不结婚倒是好的，不过既然有那么多淫乱的事发生，每一个男人应该都有自己的妻子，每一个女人也应该都有自己的丈夫。丈夫要对妻子尽夫妻间的责任，妻子也要对丈夫尽夫妻间的责任。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主权在于丈夫。同样的，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主权在于妻子。夫妻不要忽略对方的需要，除非为了专心祷告，彼此同意暂时的分房，但以后还是要恢复正常的关系，免得你们因为节制不了而受撒旦的诱惑。
我这样说不是对你们下命令，而是勉强同意罢了。事实上，我愿意大家都像我一样不结婚，但是每一个人都从上帝领受了不同的恩赐，有人是这样，有人是那样。如果结了婚就必须对于婚姻忠心，这不是被强迫的，不是勉强的，而却是因为爱而愿意忠心的。诗篇36篇第5节到第10节，上主啊，你不变的爱上达诸天，你的信实高入云霄，你的公义像大山势立，你的判断像深渊难测。上主啊，人和牲畜你都看顾。上帝啊，你不变的爱多么宝贵，人都在你的翅膀下找到庇护，他们在你家中享受盛宴，你给他们喝你那喜乐的泉水。你就是生命的泉源，在你的光照中我们得见光明。求你不断地眷顾认识你的人，求你继续善待正直的人。恳求上主帮助我们领受新的赐福，追求对上帝的忠心，来服侍众人，来服侍上帝，使上帝能够得到荣耀。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